来看台北市公馆的圆环啊，爱拆还是唔通拆，已经争议真久了。台北市政府是决定讲，这礼拜来还点哦，就要开始拆。公车专用的地下道会先甲伊囤好平，再去甲圆环啊拆掉，爱算11月16会当完工。也毋过哦，在地议员、有里长、甲民间团体已经有真侪届拢表示反对，嘛批评市政府拢讲袂听，是硬要拆。今仔暗时开始，伊嘛发起修复圆环的活动，要求市政府爱暂停施工，搁再进行协商。公馆圆环边啊，公车地下道已经围起来，拜六0点开始将会进行第一阶段作业，菱形地下道甲车行地下道分层囤起来，顺线带自来水管、电管也个电线管。第二阶段拆圆环的地上设施甲平面道路施工，感觉很急就章的做法啦，对啊，因为你没有一个完善的整个的说明规划。如果公车不走下面的话，它就等于要等红绿灯。我自己骑摩托车红绿灯都要等很久了。既然市府的团队已经决定做了，我们也就只能全力的配合，然后我们在交通黑暗期就自己要注意。按算工时要65天，交通一定会受影响。台北市施工处讲，施工期间原本行地下道的公车改行平面路段，路的容量一定会降低，建议用路人会当提早或者是分流。行政团体讲，伫拜5暗会到现场抗议，替保留地下道、保留圆环重新协商，替各项诉求4大诉求。蒋市府还是讲不听，一意孤行，决定要来做拆除以及填平哦。我们要求。蒋市府应该要停止施工，并且来重新的协商哦。对抗议活动，市警局伫早起已经传好势，警车也伫现场待命，为了要减轻施工期间交通伤叹，交通局协调捷运公司提出优惠，自9月13到10月底，尖峰时段旅客出入站若是上山新店线、万隆站到新店站之间，会当有票价3成的回馈，鼓励民众加坐捷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